过年你要到，咱相信啊，去银行，比如讲你在富邦银行，伊就送你发财水哦，加这个银角啊，祝你发财意思啊。另外，搁一个较特别的，云林武德宫哦，出一个物件真特别，叫做水池啊，Happy 巴拉祝宝盆啊。这就是讲哦，你这钱财会愈生愈多，帮你守财累积，嘛希望祝各位信众伫个每年财源滚滚啊。 帮您准备发财金跟发水水的部分，这边祝小姐新年快乐。马年到，当然希望财富对你马上到。发财金的部分，您可以摆在您的皮夹里面，有象征发财的意思。来台北富邦银行行一抓，带过金库的发财水，到指南宫过香炉的发财金，拢来砸断去。据了过年前和开工后，真侪银行的发财水和发财金，要互大家就在起。因为它有一个象征性或者代表性的意义啊，所以就会想要。 有发就拿来就来领，网络上会有讲啊，说你要摆在家里的东南方啊，或是今年是哪一个方位啊，等等都会去看一下。是我们的开运水跟发财金送给您。有机会甲早起早登来到厝，民众若想到心情就介欢喜。台新银行除了发财金和发财水，阁有特别的礼盒，红包顶面的符合好，毛笔字去含马年意象，外包装礼盒的设计代表要守护你的财库。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是示意的，好，有点像是保险箱的锁，然后你打开来了以后，所有的财富跟所有的祝福都在里面。二号将军爱高水水池、珠宝盆、控钱母、招财嘛守财，发财水开运卡当然嘛爱护。银行、金证券和武德宫合作 ，IP 联名嘛响人注目。其实是不同的纪念呐，比如说我从来没有拿过捷运的，我拿到的时候就很开心啊。那像富邦的也是一样啊，拿到就觉得是一个纪念呐，对。 其实那个就是开心啦。传统款式或者是创意设计拢无问题。开运美雅，上重要的是讨一个好吉兆，期待新年会当赚钱赚饱甜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